係象子界中主體經歷咗鏡像階段後進入象子秩序。象子秩序喺我哋出生前便存在啦。我哋如果要表達自己嘅慾望，就只能學會呢套語言。無意識是如語言一般構成的，可以話無意識就係語言。呢個就是點解語言對於我哋如此重要。那麼不同國家嘅語言對於人類嘅影響係咪各不相同呢？拉康曾說：棲息於日語的人無需被精神分析。呢句話雖是玩笑話，但也揭示了語言對於人嘅影響。日語擁有大量嘅擬聲詞，意義依賴於語境。這一句話係不同場景裏有不同意思。經常省略主語、賓詞和部分助詞，使能指更容易滑動，令人產生新的聯想，例如話酷惑，來形容期待、興奮的感覺。呢種擬聲詞本就是典型的呀呀疑語，沒有對意義嘅假設，也沒有理解，這更接近無意識的結構，越過咗對意義或概念的表達。呀呀疑語同埋享樂係相連的。嬰兒咿呀聲係與身體快感緊密相連的享樂物質。當然，我哋今日並非主要討論嘅係日語使用者與無意識之間嘅互動，而係這種能指的遊戲也體現在不同國家或地域的文化上。如港女火星文也包含呢種牙牙學語的結構，但是功能上卻唔係字體情慾，而係指向他者的。火星文的特質包括仿普通話的口音，如和點線巧的原句係我點算好。我哋可以看到呢度能指鏈的滑動，和呢個能指則錨定咗我這個所指。這種滑動帶來的享樂，是因為當故意用和時背叛了大他者的法則，主體體驗到能指鏈脫離語言支配嘅幻覺。大他者嘅規則越穩固，享樂的強度也更高。反之，如果大他者嘅規則消失，咁就冇享樂了。能指並唔係無限滑動的，因為佢需要一個大他者形式，即需要讀者係粵語使用者的事實。